歡迎各位再次收睇 Hineni Worship Music Ministry 嘅盲盒人物專訪，我係大家嘅主持人車車。多謝咧大家咧收睇我哋之前嘅第一次嘅專訪，我咧收到唔同嘅意見啊。有啲朋友喺睇嘅時候咧，佢哋睇到我哋咧用心嘅預備同埋心思。有啲朋友咧就認為30分鐘嘅 YouTube 片咧，真係對分秒必爭嘅世界咧，城市人啊真係好難去抽時間去睇。無論意見係點，回應係讚賞或者批評，我都多謝大家嘅回應，因為每一個意見都值得我哋 Hineni 去檢視同埋反思。無論如何，盲盒人物專訪盼望透過訪問唔同年齡、信仰背景，喺崇拜事工上以唔同方向努力嘅人物，透過喺訪問中認識佢哋，亦透過佢哋嘅故事，最終大家可以得着鼓勵。再一次解釋，我哋專訪嘅名叫盲盒，顧名思義就係我哋會喺最後先至揭曉受訪嘅嘉賓係邊一位。Hineni 第2位人物專訪就開始啦。喺觀看影片之前，再提一提大家，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 CLSS、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咁大家就唔會錯過我哋嘅任何一條影片啦。好，今日咧受訪嘅第2位嘉賓就坐喺我面前啦。你都可以同大家 say 個 hi 啊。Hello， 大家好。好，咁我就為咗熱身啊，咁我都咧預備咗咧10條嘅快問快答嘅問題，希望都可以即係同嘉賓熱下身啦，咁同埋都讓大家都認識下佢啲喜好啦。好 ，OK，ready 啦喎。好，第一條問題。你中意藍色定紅色？紅色。如果俾你揀咧食嘢咧，你中意打邊爐定鋸扒？打邊爐。如果俾你咧學一個樂器，你會學打鼓定埋 saxophone？打鼓。如果俾你有得去長期嘅移民啦、居住啦，係啊，你會揀日本定加拿大？加拿大。中意咩運動？游水定打波？打波。如果淨係得一種食物俾你揀，茄子同埋牛油果，你會揀咩？茄子。我知道，其實兩樣都唔食嘅。係，如果喜歡嘅音樂，你會揀古典音樂定話係現代嘅流行曲？我兩樣都中意，不過如果真係要揀嘅話，我都會傾向古典音樂。好。咁如果空閒嘅時間，你中意打機定睇 YouTube？YouTube 啦。咁如果俾你去玩啦，你會坐郵輪定坐飛機？飛機。如果而家俾你揀，係啦，淨係做一樣，你會揀讀書定做嘢？我會揀做嘢。好多謝嘉賓啊！咁10條好簡單嘅問題，我相信觀眾都有少少多咗了解嘉賓嘅嘅喜好啦。咁我想嘉賓都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嘅成長啦。我自己喺一個基督教嘅家庭長大啦，咁所以我父母都係基督徒啦，咁我同埋我妹妹咁就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喺返教會或者係即係教會裏邊即係成長嘅咁，由細到大都因為居住嘅環境嘅地方，所以都即係參加過唔同嘅教會，咁由中學開始，咁就一路喺依家呢一間嘅教會裏邊做到依家啦。好，明白。咁亦都知道你咧從小咧就即係學彈鋼琴喎。你記唔記得由幾多歲開始啊？我大約係5歲半左右就開始學鋼琴啦，正式學鋼琴。咁記唔記得即係通常小朋友學鋼琴未必會喜歡噶嘛？咁你會唔會記得幾時真係正式中意彈鋼琴或者中意音樂呢樣嘢？係啊，好多小朋友都係，即係我都係其中之一份子，係唔係好中意練琴嘅。咁我記得去到大概我估初中咁上下，唔係一件即係苦差，就會有少少即係自動自覺就去練琴啊咁樣。咁亦都知道你即係中學啦，係啦，咁就去咗海外升學嘅喎，咁都可以分享少少啊。因為其實當年即係我仲係會考嘅時代啦，咁其實因為會考考得唔好，咁但係就即係喺
一個冇乜選擇嘅即係情況底下，咁就又即係想繼續讀書，咁所以就即係父母就安排咗我去加拿大去即係繼續讀書。咁我就即係覺得已經係即係冇機會，即係已經係最後一次機會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好努力咁樣去讀書。咁又即係好大嘅恩典，咁又可以好順利喺嗰度就升大學，而且係即係可以讀到我喜歡讀嘅科目。咁因為其實即係頭先講起即係我幾時開始中意彈琴，咁亦都係大概喺嗰段時候開始，我就覺得如果第時大學可以讀音樂就好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夢想其實一路都即係存喺我嘅心裏邊。咁就去到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就好奇妙地又可以好順利入到即係心儀嘅學校，亦都入到心儀嘅科目。咁所以我去到大學嘅時候就主修音樂。亦都知道你選咗風琴係 major 啊嘛，係啊。咁點解會選風琴呢一樣嘢？都因為其實我考完會考之後就開始學風琴。咁所以到我開始學風琴到我入大學嘅嗰個過程，其實相對地唔算好長。不過我就即係我就感覺我好中意彈呢種樂器。咁亦都即係身邊有唔同嘅人嘅鼓勵啦。咁而去即係鼓勵，亦都去即係驅使我去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就用呢個樂器去即係做我主修嘅樂器。咁所以去到最後到我去即係選大學或者報大學嗰陣時候，其實就我反而係冇乜即係選擇困難啊，又或者冇乜特別嘅即係 struggle。我話我要想用咩樂器，咁我就用風琴啦。既然我依家就學緊嘅時候，咁所以好理所當然地就好自然地就用咗風琴嚟作為我主修樂器。明白，好啊，咁都又可以再分享多啲或者細個嘅嘢啊，係啊，咁亦都知道即係可能你話即係你父母本身都係即係信徒嘛，你由細都會有返教會。你細個返嘅教會同而家返嘅教會有啲咩分別咁？其實我初中就開始去即係依家呢一個教會聚會。其實最初嚟呢度嘅原因，其實只係純粹因為返團契嘅時間係比較配合我當時學習，即係學琴或者其他生活嘅節奏嘅啫。其實咁作為信二代啦，喺即係少年時期裏面，你即係覺得對有信主嘅掙扎咧，有冇呢啲問題喺你身上發生？其實而家諗返如果我真係正式決志嘅時候，應該係大約3至4年班嘅時候，咁 roughly 大約係10歲左右。咁所以就喺即係以前細個返嘅之前嘅另外一間嘅教會裏邊，即係好似依家都係㗎。所有小朋友上主日學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因為父母都係基督徒，所以好自然地我哋就跟即係爸爸媽媽去返主日學咁樣。好多都會有一種諗法係因為我跟爸爸媽媽返教會，我就好似就自動係一個基督徒咁樣。咁但係我好記得係就係嗰次應該3、4年班10歲左右啦。咁有一次我哋上主日學，我印象記得係當時嘅主日學老師就提佢話：你哋由細都返教會返大，不過其實你哋都要自己講你係咪真係相信耶穌嚇？你哋都要自己做一個決定嘅喎。跟住後來就問你哋係咪願意相信咁樣。咁所以喺即係嗰日嘅主日學裏邊，咁我就記得嗰個主日學老師就同我哋有一個好似好簡單嘅，我哋依家講嘅決志祈禱咁樣。喺返教會嘅年日裏邊，其實中間都冇乜點斷過，因為即係我係一個基督徒，我返教會返團契、返主日學或者返崇拜係即係我會做嘅事情。咁當然啦，喺中學生咁有中學生嘅反叛啦。咁呢啲就即係睇下你點 cut 啦嚇。咁但係就不過即係喺少年時代就有即係少年人嘅掙扎啦嚇。咁但係即係總括而言，我喺即係成長嘅階段裏邊，即係其實上帝都好保守嘅。
咁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即係做啲咩侍奉？我第一次做嘅侍奉，我印象中我記得唔係關於音樂嘅，嚇，亦都係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我係記得當時我係幫我爸爸就喺崇拜裏邊派程序表。哦，咁即係當時即係我父母就因為即係佢哋都有啲侍奉嘅崗位，所以佢哋通常都會早少少返教會。咁我又未夠鐘上主日學，咁喺度即係遊蕩咁樣。咁我阿爸就講話，不如你幫我派程序表啦。咁就將每一份嘅程序表就擺喺每一個位上邊。咁我記得呢個即係我估都算係我第一個侍奉嘅崗位嘅派程序表。算係嘅，算係嘅。知道你大學畢業之後啦，蒙召啦就去即係繼續去神學院度進修啦。你仲記唔記得點樣神呼召你去做呢件事？我蒙召嘅時間係我當時大學3年班參加咗一個喺加拿大啦，當時咁我就參加咗一個靈會，一個即係冬季嘅靈會，好似即係一啲教會嘅冬令營咁樣。咁喺裏邊最尾一晚嘅講道裏邊，咁其實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參加，但係所以我知道佢最尾一晚咧，佢一定係會呼召會唔會有人去做傳道人嘅。咁其實。咁但係我都冇特別即係諗好多，咁啊佢都係去聽道啫咁樣。咁但係嗰位牧師一路講到咁上下嘅時候，咁佢講到一個位，佢就話啊你諗翻即係你過往好多嘅經歷，神點樣去即係帶領你？可能係一啲唔容易嘅時間，但係神保守咗你，亦都好奇妙地幫你去度過咗。你依家即係喺度，你知道神仍然即係同你同在，而又因為你親身經歷過，你又知道神喺將來嘅時間都同樣地會即係會帶住保守你。嗰個牧師講，如果上帝依家向你發出一個邀請你去一生咁樣去服侍佢，你有啲咩原因拒絕上帝嘅邀請咧？咁我一路諗，咁我就諗翻，即係剛才我話啊，我以前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其實好即係相對地唔算好順利。咁但係就上帝就好奇妙地就帶咗我去加拿大讀書，而且係好奇妙地就入到大學。咁所以即係成個計劃都唔係我自己嘅想像，真係神嘅工作。咁我就去到諗到呢度咧，咁我就已經即係已經喊晒啦，已經。咁我就同上帝講，我冇原因拒絕，我真係冇原因拒絕。咁所以喺嗰刻，咁我就企咗起身，咁呢個係我當時即係蒙召嘅嗰個時間。咁但係蒙召嗰陣時候係大學3年班，咁當然中間發生咗好多事嘅，例如如果真係要蒙召，咁我係咪要讀神學咧？之後會點咧？咁當然呢啲好多好細節嘅嘢就中間經過好長時間嘅等候啊、探索啊咁樣，去到最後嘅領受就係我不如就讀埋我嘅音樂學位先。咁我當時我都完成埋即係碩士，先至即係真係叫完成咗我個音樂訓練。咁就喺嗰陣時候就入神學院就接受裝備。咁所以呢個係我由讀大學到領受呼召到入神學院嘅一個嘅過程。咁你喺加拿大讀大學啦，亦都即係個神學都係喺加拿大讀啦。咁仲記唔記得㗎？咁但係你又唔係喺即係加拿大牧會喎，你又翻嚟香港喎，你仲記唔記得即係神點樣去即係感動你會作出呢個決定？咁因為我喺加拿大嘅時候，我都分別曾經喺即係主要喺華人教會聚會啦。咁但係亦都同時間，因為我讀音樂嘅緣故，我都有唔少機會喺一啲即係西人嘅教會或者講英語為主嘅教會去服侍。咁好自然地喺外國讀神學，咁身邊嘅同學絕大多數都係即係英文教會啦。咁所以其實個接觸係好多嘅。咁喺我讀神學嗰陣時候，其實我好清楚知道即係音樂係即係神俾我嘅負擔。咁亦都好清楚知道
到我神學畢業，將來牧會嘅時候，其實都係喺音樂同埋即係崇拜嘅範疇上面去牧會。咁喺加拿大即係華人教會聚會，亦都有機會去喺我當時嘅眼光裏邊，我所認識嘅，我發覺華人教會嘅聖樂牧者係非常之有大需要，唔單單只係牧者，而係有神學同埋音樂兼備嘅牧者，對於華人教會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需要。咁所以我一路讀神學嗰陣時候，其實都一路去即係等候同埋問上帝。上帝俾我有比較長時間嘅音樂訓練，即係專業嘅音樂訓練。到我依家我就即係專門喺神學院裏邊，即係去專心地進修神學。咁神想點樣用我將來喺即係神學畢業後嘅牧會咧？所以就一路去到讀神學嘅後期，咁我就即係一個好明顯、好清楚嘅負擔，就係既然神讓我有呢啲嘅經歷，或者係即係眼光去睇唔同嘅需要嘅時候，我就即係立志喺華人教會嘅即係崇拜嘅事個範疇上面去作牧養，咁亦都好自然地咁就翻咗嚟香港啦。咁啊，知道你而家牧會嘅教會啦，其實都係你即係第一間牧會嘅教會，係啦。咁啊，直到而家嗰度都超過10年啦。咁啊，相信即係咁多10幾年嘅牧職嘅生涯啦，一定係好多高高低低，好多起跌嘅。你有冇啲咩可以同即係大家分享，或者有冇啲咩深刻嘅經歷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下？牧會個過程其實即係我一方面我提自己，我係一個即係喺教會裏邊係一個即係專職負責即係音樂嘅牧者，但係同一時間我都提我自己，我係一位教會嘅牧者，所以喺服侍裏邊唔單單只係純音樂，亦都真係要承擔教會裏邊即係唔同即係牧養上面嘅角色。咁一啲比較即係印象深嘅就係未必同音樂有關嘅，係一啲通常都係喺要例如喺醫院做探訪啊嘅時候經歷。咁講一個即係印象比較深啲嘅係咁有一次咁我就去到醫院，有一位即係已經病危嘅一位男士，即係佢屋企人就已經有同佢傳福音。咁佢屋企人就好想教會有牧者去幫佢去認信決志咁樣。咁我去到醫院，咁嗰位男士都係即係仍然清醒，可以簡單對答到。咁一路傾去到咁上下，咁我就喺即係醫院裏邊就同佢做即係床邊嘅灑水禮。佢太太一路喺側邊，佢太太當時未信嘅，即係完咗嗰個牀邊嘅灑水禮之後，咁個太太就同我講，佢話我丈夫依家佢信咗主，佢如果佢將來過咗身之後，佢係咪會去天家嘅？咁我話係，佢有呢個即係永生嘅把握同埋確據，我都要信，因為我要同佢一齊將來。咁佢係講得好堅定，而且即係從嗰眼神裏邊，係冇乜任何嘅即係質疑。咁當然個丈夫過咗身啦，就翻下天家。咁而呢位即係佢嘅太太，依家就應該喺另外一間教會去聚會咁樣，以我所知。咁但係呢個嘅個經歷其實係一個好深刻嘅一個經歷咯。其實咁啊，作為即係崇拜科嘅牧者啦，認識崇拜嘅人啦，又對即係音樂都好有認識啦，亦都好清楚知道即係音樂其實可能
係崇拜當中其中一部分啦，又唔係全部嘅。咁但係可能普遍信徒啦，或者教會都係會，其實佢哋可能對音樂都係好似比較重視嘅。咁作為一個音樂人啦，咁同樣地又係一個即係牧組會咁多年嘅牧者啊。咁你對識得音樂嘅基督徒係啦，咁好似而家好似理所當然都可以係要喺崇拜當中侍奉嘅，有啲咩睇法啊？如果作為一個基督徒，用一般人嘅講法就有音樂底子啦咁樣，我嘅體會係我要好清楚知道神俾一位信徒有音樂嘅能力，呢個恩賜我點樣好好咁樣去用。識得音樂嘅人會唔少，但係同一時間我要知道，當我去喺教會裏邊用音樂嘅時候，其實我嘅對象係邊一個？坦白講，即係我自己作為即係一個音樂專業訓練嘅人嚟講，我呢個掙扎其實不時都會存在，因為即係你學琴，你會知道我要表演，我要彈，咁係將我自己最好嘅一面去話俾人知。但係正如果我喺教會裏邊以一個音樂人嘅身份嘅時候，我反照出嚟嘅就唔係我哋自己。我覺得反而未必係咪執着於我返教會，我識音樂，我就等於我必須要侍奉，而係當我返教會而我有呢啲音樂嘅訓練或者造詣嘅時候，神點樣用你喺呢一啲嘅經歷裏邊可以祝福到唔同嘅人，或者成為一種榮耀神嘅一個途徑呢？我覺得咁樣用或者去咁樣一個咁樣嘅心態裏邊，我哋進入服侍呢一個係我哋可以會留心，同埋我覺得係更加即係值得我哋去諗嘅一樣嘢。其實係啊，我都同意啊，都相信即係我諗識音樂嘅人有陣時可能特別你話如果可能比較專業啲嘅，可能慣咗係有啲好似所謂表演性質咯，係啊。咁但係其實當我哋每一次喺教會嘅當中去彈奏音樂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將嗰個音樂最好嘅呈現俾神嘅時候，呢個心態啦，我諗我哋點樣去教導，或者我哋自己都要點樣預備咧？呢個都係好重要，我相信咯。係，同埋喺我再補充多一點嘅係喺教會裏邊，因為每個人嘅音樂訓練都唔一樣，咁所以一定會有啲人係經驗比較淺，有啲係經驗比較深。無論我係經驗淺，我初學，我半途出家，或者比照係我已經有好長時間嘅專業嘅訓練，我哋要留心係上帝係俾你嘅恩賜同埋才幹，就唔係太需要就同比較。咁喺個服侍嘅過程裏邊，上帝俾我哋有幾多，我哋盡力，咁就係我哋應該要做嘅事情。係啊，呢個都係我哋相信啦。係啊，我哋有陣時可能接觸啲比較年青嘅信徒啦，或者就算成熟啲嘅，咁但可能佢哋缺乏經驗，有陣時都好似唔係好有信心去侍奉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要對佢哋都好有鼓勵啦。好啊，好多謝今日嘅嘉賓啦。我相信問咗以上咁多問題咧，大家對嘉賓都有一定嘅了解。而家都係時候揭曉啦。好，今日咧受訪嘅嘉賓就係宣道會北角堂嘅周敬敏菲力牧師，好多謝你今日成為我哋嘅第二位 Hinelli 第二位嘅受訪嘅嘉賓啊！喺即係而家揭曉咗啦，係啊，咁啊，所以想有最後嘅一條問題都想問下你喎。咁啊，作為崇拜科嘅牧者啦，亦都喺教會界嚟計啦，係啦，你都係一個相對年輕嘅一群啦，係啊。咁我睇下你有啲咩鼓勵嘅説話，可以對而家嘅教會去分享啦，又或者對年輕嘅弟兄姊妹，你都有啲咩即係分享嘅説話可以對佢哋講呢？我諗補充翻，即係再進一步，好似補充翻頭先提及一啲服侍嘅一種即係心態或者
呢個可能其實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即係不斷嘅提醒。我會諗翻即係保羅喺加拉太書講，佢話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頭先我哋提到喺特別係音樂嘅服侍裏邊，我哋點樣係即係去將自己去隱藏，或者係即係唔係高舉我哋自己，但係卻榮耀上帝。呢一個我諗對於每一代嘅信徒，特別用音樂嚟到去作服侍嘅信徒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嘅一個提醒同埋鼓勵。上帝俾我哋有音樂嘅能力，因此我哋亦都好好咁運用，呢個絕對係好事嚟嘅。然而喺過程裏邊，我哋都要求上帝俾我哋有嗰份唔係高舉自己嘅心。所以即係好似頭先即係加拉太書裏邊所講，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嗰個中心、嗰個焦點、嗰個對象仍然同埋永遠都係上帝。所以喺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以崇拜或者音樂作為一個即係專門或者專職嘅即係同工嚟講，我覺得呢個係對一方面對我自己，亦都係對弟兄姊妹一個好寶貴嘅一個提醒。好多謝今日即係菲力牧師同我哋嘅分享咧。咁透過佢嘅分享咧，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啊，菲力牧師係一個牧師啦。係啊，第一次受訪嘅嘉賓係阿 Simpson，佢就係喺中學時期先信主啦。但其實原來我哋同樣都會即係雖然係本身原生家庭係唔信主嘅，或者係第二代嘅信徒嘅時候，其實我哋喺成長當中都會同樣面對好多唔同嘅掙扎同埋難處。所以都盼望咧我哋即係顯而出每一條嘅片啦，都能夠成為大家嘅祝福同埋鼓勵。期待我哋可以出更多嘅片，得到大家更多嘅支持。喺結束之前，如果大家都仲未訂閱顯恩事工嘅時候，請記住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再見。多謝。仲有啊，如果你哋嘅教會喺崇拜或者音樂上需要揾人培訓，就聯絡我哋啦。